大家做伙跟我来，为出天高唱海，感觉非常了不起。生活真精彩，你看过去的时代，有我满心的期待。咱同心画出彩色的未来。较手较美啦吼，较困力的啦，较骨力的，莫了闪西风啊，紧来紧搬搬的啦。哦，真正有够重的啦！我来啊！小朋友较细腻哦，来这！哎，什么物件做重的啊？沙包啊！沙包。哎，风台特别来啊啦，阮即摆咧做风灾准备啦。啊，你莫来遮过路啦，吼，去边啊，紧转去。什么叫做骑路啦？我甲你讲，阮会用斗三工啊，你怎个斗三工？斗骹手啊。啊，你这看起来就是软骹下要斗三工。小朋友，摆一个就快来表情甲破水款1、2、3，好。哎，好啦。谢谢啦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阮什么队吼？哦。小朋友，大声讲出咱是什么队？阮是宜兰日头队。好，自我介绍一个。我叫开冠，我叫尹天，我叫一乐，我叫乐婷。乐姐，我四位小朋友都足热心的，想要甲你斗骹手一下。我甲恁讲，恁就是吼，甲这沙地啊，全部拢放喺门口，啊门口个贴无较悬的，啊贴无较歹的，安尼水就袂流入来，安尼知无？啊，小朋友，好，紧摸。较手较美，免时间啦，较手较美，免时间啦，哎。一人一地多啊！赶快了，啊，袂歹。哇，来讲好。我今仔看见这个免时间。对，啊，上好。哎，我小朋友就有爱心的。哎，真正的。而且你无钱请人嘛。对哦，我心灵，我无真相。好啦，看因安尼做到这尔上手哦，敢若表示因平常时啊，可能有咧做一寡防灾的准备。是。啊，你防灾准备拢做啥？敢会记？伫窗仔门顶悬，啊，甲搭贴布，安尼若风台来的时阵，窗仔门若吹破，贴布会使甲迄玻璃一寡碎片甲伊粘住，袂破对啦，拍一个车啊，真好，讲得真好。啊，敢搁有，爱准备啥？准备滚水，搁有泡面罐头这种的，真正加准备一束啊。停电的时阵特别想要食泡面。红太来拢嘛爱食迄红太面，红台面是安怎？啊，我知，三湾鱼罐啊，三湾鱼罐，迄个罐头面啦。迄内行的咧食。加面嘛。对，爱肉素，肥的甲瘦的，啊，搁一个三文鱼，啊卵，啊葱啊，辣的。哦，有食过无？面体。你加面体哦？面体是什么物件？面筋。哦，面筋哦。面体还搁加啥？还是讲风台的时阵你特别爱食啥？特别爱食泡面。对啊，啊除了这以外，好啦，咱这是讲食的部分，咱爱传一寡优美的电，因为伊会停电嘛，对，咱就爱用一寡手电啊，手电。厝的爱传2、3支手电啊。你若要去搭嘛较安全，咱真正爱去了解到，咱风台要安怎来，安怎去甲伊应付。拜托的洪小姐，紧的，搁甲伊固定者，船啊较固定起来，较安全啦。对，你放心啦，迄沙包我已经贴好啊，更较强的风，更较强的雨来哦，拢无问题。无问题。来，一支啦。开始，孙弟，阮买一个甲风台准备拢做好，阮家用摕包装。阮家来到这个所在，而且阮这沙包拢涂到足水的呢，应该有这个机会，你包装是毋是传好啊？这小朋友敢有足想要摕？有啊，好啦，既然你今日安尼斗3工有出着力，就由恁来挑战啦。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暗呢。有看到迄外跳跳的鱼仔无？有哦，我问一下哦，恁对宜兰来，啊，恁的队名叫做啥？
宜兰日头对。啊，敢有啥物特别的原因伫哩？因阮住喺宜蘭，然後黎明是透早日頭出來。黎明，啊，你是讀黎明黎明國小？国小，对，哦，黎明。啊，咱这个关卡会甲讲到甲宇宙、太空真有关系。那想到宇宙，你会想到啥？吊镜，会使看到天星的迄种。海关哦，星流星，啊，流星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来，准备哦，第一位是龍，是。吊鏡，哎呦，厉害厉害啊！后一位，來，後一位是虎，哎呦，讲，銀河系，哇，这强的呢！過來，平，哦，是，水星，好，后一位，水车，赞好哦！來，嘿，哦，再见，拜拜，哎，来后一位，來，後一位龍，哦，是哦，什么？太空靈，太空后里，一位，太空里没有，啊，伊是怪物，平，啊，我 OK，哎呀，OK 对。來，過來，龍，什么？哇！好，pass。唔知了，哈哈。好来，什么？ pass，往前，是啊，我嘛，来，好来，太空里，哎呦，今日运气好啦。来，黑家，哎，姐，平啊！哎，厉害！看头前，乌冬，唔是对了，欧东啊，哎呦，加，哎呀，金星，唔对，好来 pass，好来，歹势，哎，这叫有难呢。好来，邓威奇，哎呦，加油啊，刘！来，这个近视，直接手机机啊啦，这个super 好，天地看，对啊，哎，刷！到底着几个的做伙来看卖一个，现在噶。啊，头先什么人甲外星人看作是太空人？哎，两蕊目睭这么大，你甲当做太空人？挂目镜，你挂目镜？哦，原来是挂目镜。原来是安尼哦误会。什么假日？提告，啊，你敢知影是什么意思？天狗食月，就是对哦，就是日食，就是日食。日食，对。后一个台路是啥？天线。来，后一个什么？安怎念？乌洞。头先你讲乌洞啊，黑洞，乌洞。东啊，再来后一个行青。好啦，来看嘛，恁摕到几题？拢总摕到8题，会当摕到1块大片。来一题。咱小朋友咱徛较过来，看嘛，是我甲你讲的，啊，不过你无可能会对。对啦，恁敢若一题尔啦。别动位拢会一样是诶。干嘛？好，来，请客。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台语上咧等，人啊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包落来进前看有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快保重，恁就摕袂走啊！我头先已经有发现啊，好，咱宜兰小朋友的腔口真明显哦，就当的会咧。真重呢。今天啊，恁的腔口，你会使小可介绍一下？曾经微笑，微笑啊，微笑，啊微微，对，咱来讲对啊，这是正讲宜兰的。讲
我会讲条根啊。条筋啊，条筋啊，就是藤丝啊，真正真厉害啊！希望恁的表现嘛是真厉害。还有准备接招，今日个来咯！来哦，来几个字？几个两个字？字，滚汤的，滚汤，跟汤有关系哦。甜甜的，完蛋的名赛。青色的朋友，哎呦，哇，伊就一样诶。三个字，一块嫩嫩乌乌的。乌乌的，退火的，退火的，会退火生草，啊，什么？小生草，对，哎呦，哇，这强诶呢。几个字请？你开两个字，请你开，手头，手头，青头，手头，手头，会啊，内底会啊，会啊，哦，水。哇，厉害。哎呀几，个字？四个字，你伫学校受伤的时阵爱去的所在，受伤手上爱去迄落便利商店，利便店。我去得外游啊。哇有美容啊。中心，哎呦，哇，这下不得了。两个字，所有的学生拢介意的时阵，所有的学生会所有的学生拢介意你未咯。婚哦，两个字。嘿，大水。哇，读册的所在，还可以收学校内底的教室，对，哦，水。几个字？三个字，嘿，是功课无好要去倒。花客，不是，对，好惊。可爱要去倒。哦，迄个叫补习班，哎呦，厉害，两个拢讲出来呢哦。两个字，是啥物？恁的规矩，你的规矩，啊，讲到纸啊，歹势，讲到纸啊，讲到纸啊。过来过来。几个字？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学生上介意的，上介意的，上届会当的选球，三球篮球场，一礼拜只有一节两节尔，体育课，水。好，挺好哦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会当耍物件、看物件的，会当耍物件，耍物件看面，什么型？小朋友较大点，大台。他讲背包，对，哎呦，啊，了解，啊，了解。出家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回收，水。过来，几个字？两个字，什么型？红色的，哦，内部，对，哎呦，这个。你们几个字？你两个字，教室后壁会有的物件，什么后壁？教室后壁有的物件，哇，无啦啦。啊，毋过哦，恁讲了真侪题，我是开始烦恼啊。好啦，咱做伙徛过来复习好，者。小朋友来家。好啦，咱来复习者。头先讲到纸、牙纸、这个树啊顶，树仔顶，就悬的树啊。甲写开了会有汤，有汤，会汤有食，有哎食。呦，啊，还有肉。还有啥？对，还有肉，会当内底还有食。白色的白色的肉。白色哦，重点。哇，厉害厉害！来讲来啊，拢总摕到，哎呀，11题，通啊摕到2块大片啦。去。边仔看，知啥？后面带你的啊，都无一定会对。嘿对，无一定会对是重点。买用的。大家嘛袂对哦。系啊，真歹讲啦。好，来家。好，来到上尾关啊，准备接招，现在讲。选你无唔对，一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含嫌队，我就要来看卖恁偌高选。今仔日这个所在要带恁去一个叫做幻觉博物馆，伊就是专门伫骗你的目睭，骗我目睭。看到的是一个美女，其实是一趟美女，所以你就感觉讲骗骗的，对，有可能，所以咱即摆做伙来看卖，做伙来去来骗一个，好来哦，现来个。我是非常的一女回大兄，甲恁讲哦，我今日来到这个所在啊，听讲有巨人的存在，较细声有，惨啊，麒麟我，你莫再来麒麟，伊是我不敢相信啊！好啦，我毋是麒麟啦，其实我是博物馆的导览人员。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啊，咱伫咧翕相的时阵啊。你的这个椅仔的所在，甲翕的人、迄个人的距离，伊爱5公尺，所以咱这个距离啊，来翕卡的时阵啊，
袂大甲细感觉，而且这个椅盘较大，所以咱的人坐伫咧面顶的时阵，伊的人看起来就会变较细只。即摆呢有2个箱仔对无？抓箱啊！做一个箱仔，伊是较长的咧。这是一个啊，真的吗？这个看起来才硬着。好，安尼一块房啊，你帮我来比一个。这个安尼比面顶遮，对啊刷过去，来比另外一个。过来啊！因为伊是甲伊摆直的，这个是甲伊摆坏的，所以咱的目睭看到咧摆直的时阵，就会甲迄上长的迄边看做是较大迄个。所以即马咱2个若放做伙，无共款的角度来甲伊看的时阵，伊就会看到是一个较长，一个较短。这个房间真趣味哦，伊是一个厝的哦，伊是一个梯形的伊的造型，而且四边的这个墙壁，伊拢是有一点仔粗粗的感觉，所以咱咧徛伫咧无共款的位的时阵，咱会就会变成大甲细感觉，安尼就是咱造成咱的看的错觉。哦，所以咱2个若即马换位的话，会变做是我变较细，你搁变较大。对啊，要试看卖无？好啊，来哦。哇！那个我想要甲你借问一下，咱边仔即马这一支长长的，这是啥物物件哈？假使这个直直的棍仔，若是要烫过这个板仔，你感觉这个板仔爱挖什么款的坑？这支直直的棍仔才会当烫过去。烫过意思是你讲这安尼洗过？嘿，所以伊应该是什么款的形，伊才烫得过咧。哦，现场的探险队员，恁敢知影，若要互这个棍仔通过这个房仔的话，这房仔后壁爱挖什么形的坑才会过一个？哦，哇，啊要挖什么形的坑？迄敢若我看我嘛看无，所以这题有 bonus。这个有 bonus。你若是对，直接加送你一块大饼。哦。因为这个难度伤悬啊啦。来，叫一个白帮，恁看安怎画？这样子。啊，开头下咧。安尼。对了。好。确定要画安尼？卡掉，卡掉，好，来看卖啊一个，敢安尼？确定要画安尼？卡掉，卡掉，好，来看卖啊一个，敢安尼？唔对啦，你足欢喜的呢？这若是我来画，我嘛会唔对哦。这是角度的问题对无？这伤困难吗？这伤困难。唔对，啊，到底是要安怎画？好。好，安尼咱就来看卖啊，正确的答案是啥？现场的探险队员，咱即马要来公布答案咯，唔知恁敢有晓着咧？3、2、1。哇，真正会过真诶，看会遮厉害啦！你若唔是做这种圆圆的形，伊就烫袂过哦。这个圆圆的形，伊是经过计算过，所以伊才会当用这种圆圆的形，这个坑，互伊慢慢啊烫过去，所以伊袂当做直的咯。唔知影大家敢有着咧？大家好，我们来介绍我今日的暗顿哦，黄大兴。像我即马看起来，像是你的暗顿哈。因为这一块刀啊嘛，但是伊的两边是连无共款的2个镜，所以这个镜呢，伊的这边呐反射出来是咱的背景的图案，甲迄边反射出是墙壁的图案。咱来看这个刀的时阵，你就会感觉伊的刀是空的，所以我互你立伫咧内底，你的身躯就会无去。开始你感觉这个杯啊，伊看起来形是圆的，还是四角形的？我感觉伫咧这边才是圆的，啊，毋过搁比甲内底迄个镜看起来搁是四角形的呢。是吼，安尼我即摆甲伊刷过来，你搁帮我看一下哦。是安怎安尼哈？你来看这个杯仔时阵，伊是经过设计过，所以这个杯仔有一个形是敢若接近方形，有一个杯仔另外一边是接近圆形，
利用镜甲无共款的角度来，互你看到错觉。原来咱日常生活常常会看到的镜，真正足趣味的呢。好，安尼台先我搁甲你问一个问题哦。什么问题？我有两物件，伊是一个夹角，啊，我有两种的角度，一个是60度，一个是90度。卡叔，你也徛伫咧中咧照镜的时阵，你感觉倒一个夹角的角度会看到较侪你咧？安尼各位探险队员，你想看卖啊？是60度会有较侪你，还是90度会有较侪你咧？哦，这个问题对你来讲可能就较简单小寡哦。你感觉角度较大，有法度看到较侪你，还是角度较细？因为90就跟一般的镜同款注解力。对，我感觉60，对，确定吗？确定。确定，因为镜较近，可能伊反射的角度是角度较对侪，会当反射较侪解。啊。所以确定是60。我收一个。到底是不是60咧？敢安尼？厉害哦！其实就参像头前因讲的，迄个夹角啊，若是哪细，你就通啊伫咧镜中看到愈侪你；啊，若是愈大，就看愈少。咱跟人讲袂准，咱直接摕镜来试看卖。咱先来看60度，来几只？15只。5只。再来看卖90度， 3只。安尼几只3只。安尼拢总是得到一地啦。一地安尼几块大片？一地大片。大片，爱看你去摕。来。细你注意安全哦。可要摕倒一只啊？后要到伫倒位呢？喂哦。哦。好，开关来一下，真好。安尼看起来非常的平紧哦。是的。到底摕得到未？现在看。宜兰的小朋友实力已经发挥出来，即摆就是靠运气的时阵啊。请问者，你有想要换位无？免做主席呢？看顶面耍。确定，啊，你较平均。平均哦，啊，陆想要代表来出来背是不是？好。爱背超过1空才有准绳哦。而且我较大力哦哈。好来啊，我讲请背的时阵，你才背落哦。人去手哦哈。到底摕到宝藏无？小健加油！就请请背。莫听着。哎呦，莫摕着，袂使。啊！歹势无摕到宝藏啦。我来讲嘛，啊，查一叔叔啊。啊，不过阮嘛是会送恁，阮船顶上界宝贵的金箍箍。来。第9个金箍箍，希望通啊为恁未来学台语这条路，甲恁加持一下。后摆较过来试看卖，好唔好？好。哈哈哈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力公仔。